谢这大家平安，只是安全咱的心来迎接今日的礼拜。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神明的大君王。即马咱同齐来吟圣诗，圣诗281首，上帝只是临在。圣诗281首。上帝只是临在，请起立吟全首。心变为地图。
咱即摆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列岛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是咱来考验 KM20，就是诗篇90篇。KM20，诗篇90篇。我来考，会众来应。这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正山也袂受造，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这声，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陶造的人归回头粉。讲人啊，着回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更。这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亲像草早起时不应，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凋谢打去。阮因为你的生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生气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一万年久就过去。啥人感受会到你生气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孝顺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愿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嘛互阮一生享受遐侪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这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即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万面伫你的面前，原是赤身肉体，日日恒恒的所在，就在阮的心思念头。阮审查家己，知影阮家己是罪人，无法度靠家己的意志做完全的人，因为阮生来就带着天然肉体的软弱，虽然有愿意的心，却常常也袂过肉体的私欲。阿爸爸上帝啊，我毋凊彩得罪了你，求你怜悯阮，
因为阮的本相不过是土粉。你捌讲，恁着规律我来做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对万百姓的中间分别恁，来归恁伫我。主啊，阮愿意诚做圣洁，归你做圣，做你的囝儿，求你赦免阮，确使互阮耶稣基督的保护，洗净阮一切罪甲不义。当阮要将阮的心向你拍开，求你用圣神来灌养阮，充满阮，叫阮为到脱去旧的人，亲像新的人。求你降落圣神、圣洁的火，烧去阮内面一切不义、无属你的，互阮成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欢喜的，合你圣工来使用。主啊，求你即摆嘛甲廖传道同在，互伊今日所要透放的信息，成做阮的帮站。感谢我的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摆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伫《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39节，《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39节。即摆咱先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主的天使甲腓力讲：起来，往南边去，行对耶路撒冷落去加沙迄条路。迄条路已经荒废。腓力起来就去，伊伫路中拄着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伊索比亚女王甘代基的财务大臣。伊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拄要倒去，坐伫车顶，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力讲：你进前，我去对迄台车。腓力走我去，听到伊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问：你在读的有了解无？伊应讲：无人甲我解说，我哪会了解？太监就请腓力就车，甲伊做伙坐。伊咧读的迄段圣经是安尼：伊亲像羊，互人牵去抬，亲像羊仔伫折磨的人面前无出声，拢无开喙。伊忍受凌辱的时，无人替伊主持公道。什么人会中说明伊的世事？因为伊的性命对地上消灭。太监问腓力：请问，先知即个话是指什么人讲的？是指伊家己，还是指别人？腓力就对这段经文开始对伊传耶稣的福音。因对迄条路落去，到有水的所在，太监讲：遮有水，我讲袂用得伫遮领受洗礼。太监叫车停着。腓力甲太监两人做伙落去水内，腓力就甲伊洗礼。因对水里起来的时，主的神甲腓力接去。太监无搁看见伊，毋过还欢欢喜喜继续旅程。即摆咱用和合本修订本来读一遍。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塞埃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撒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回答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两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到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了。这时，咱请音乐侍奉团来学乐，你要学乐的诗歌是《差遣我》。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间。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众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献上我的生命，把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在角落
即时廖团道马用你进前，我去对迄台车来见到。亲爱的南洋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可以来为着这个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到南洋教会请安报告。虽然在疫情的当下呢，我们用这样的形式来进行礼拜，不过我相信上帝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上帝，他会悦纳，然后一同跟我们一起敬拜。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在家中跟家人一起来同心来敬拜，敬拜你这位大能、有力量的上帝。在这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平安。主，就求你来赐下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心中的眼睛，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来对我们的内心说话。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里来跟南洋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一同来礼拜的呢？我想应该是在一个室内，然后是一个安静的环境来礼拜。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变得需要来没办法跟大家一起来礼拜堂聚会。这些疫情的开始呢，我自己有个很深的感受是，当我开始看到新闻，看到说可能是某一些这个机师没有遵守他们的隔离的防疫的等等规定，或是那些防疫旅馆有些疏忽而造成了这个疫情的扩散，而因此有许多的人来被感染、确诊等等的。我想这个是一开始我们新闻开始看到的这个事情的发生这样子。而后来看到越来越多人确诊的时候，我们在电视看到这个政府呢在播放的这个关于疫情的这些宣导的广告的时候，他有说一个确诊者的时候，你应该要在家里来隔离，要一人一室不要跟家人共用这些卫浴等等的。然后我自己在想说，这个应该没有那么的困难吧？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办法好好来遵守这样子的隔离的这样的规定呢？这样子。但是当这件事情降临到我身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容易。我自己跟我老婆、我太太跟我2个小朋友是住在台北。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回来宜兰，我太太也是我们宜兰的姐妹。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太太她是护理师，所以她非常的要求我们要用最高的防疫标准，就是我们需要来自主隔离。虽然我们在台北呢也已经自主隔离了这个将近了快半个月的时间，20天的时间这样子，但是她依然要求我们一家回来之后，我们要自己隔离在某一层的房间里面，我们不能跟我们同住的家人亲人在一起，因为家里有一些长辈等等的一些可能会造成传染这样子，怕我们是无症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那要隔离几天？隔离7天吗？5天吗？还是要14天？他说我们要先隔离3天看看这样子。然后呢，隔离的第1天呢，我就已经快受不了了，因为回来，然后不是自己的常常住的环境，然后有很多的不方便。我的2个小朋友呢，也看到回到阿嬷家，但是呢，没有办法去跟阿嬷来碰面，要被关在顶楼这层楼层，他们也很多的不适应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到第2天、第3天，我就跟我太太说，我真的没办法再隔离那么多天了这样子。所以当自己亲身经历那个被隔离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你会发现，不止不方便，
你也从我小孩身上，你也发现，真的人与人之间真的不可以没有连结。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算是我们在台北住那么久，他们回来了阿嬷家之后，他们也是想要跟阿嬷，想要跟其他的长辈来玩，来聊天，来陪伴这样子。而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他跟他的社会、跟他的信仰，跟他的弟兄姐妹被隔离起来的一个人，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在看到伊索比亚太监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看到今天圣经里面出现的一个使徒，他叫做腓利。我们在见这个腓利呢，我们看到在经文的前面的段落呢，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开始已经为了很多的人来赶鬼，医治这些人的疾病，传福音给这些人，为这些人来洗礼之后，在腓利他的事业，在他的这个福音的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主的天使却是吩咐腓利要到一个没有人的旷野去。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在你的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最有成就的时候，上帝叫你去一个没有人的旷野去，你会去吗？如果是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离开这个人群的连结，离开这个与我这成就的这个连结的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离开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去。我怀疑说，到底去那边要传什么福音呢？是要对石头传福音吗？还是要对这些沙子传福音呢？我可能会怀疑主的天使对我的安排。不过我们看到圣经，这个使徒腓利，他顺服了主的使者差遣，他到了旷野去，然后他看到一台马车前来，于是圣灵就指示腓利靠近那台马车。那我们看到坐在那台马车上面的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伊索比亚王国女王的财务大臣，然后他是一名太监。弟兄姐妹，根据历史资料，伊索比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是像现在非洲是相对这个经济发展快速发展的国家，是比较经济缺乏的。他那时候是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又可以从经文可以看到，从太监的他的这个身份可以看到，伊索比亚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我们看这个太监，他是坐着马车，而腓利呢，他其实是用走路的而已。而太监他正在那时候，他马车上面正在读的是以赛亚先知的书。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一般人没有圣经，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是用手抄写的，然后是用羊皮纸来抄写的。不管是用手抄写这个弓，或是羊皮纸呢，都是非常昂贵的成本。因此，一般人呢，一定要去圣殿或是会堂里面才有圣经可以看。但是我们看到太监作为一位女王的财务大臣，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其实是一个有富裕又有权力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姐妹，另外一方面，这个太监他是一个渴慕信仰的人。怎么说呢？因为今天的故事呢，是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完以后，在回来的路上，在马车上面被腓利遇到。但是虽然这个太监是一个渴慕信仰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太监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办法进入圣殿里面跟犹太人的男人一同敬拜上帝，更何况他又是一名太监。从犹太人的律法来讲，他是一个受阉割的人，受阉割的人是被禁止进入到耶和华的圣所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太监他虽然很渴慕上帝的话语，很渴慕犹太人的信仰，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权力、有财力的一个人，但是他因为他的身份，他是外邦人的身份，又是太监的这个身份，他因为犹太人律法传统被限制住了，他只可以在圣殿外头跟犹太人的妇女跟其他的外邦人一同敬拜，他只能隔着墙壁来去猜想，来去聆听到底今天上帝的信息是什么。在今天来讲，我们可能就是
一个信徒，他没有办法进入教会，他只能在教会的围墙外面，没办法进入里面一起跟我们礼拜，他只能在墙外面来知道我们今天唱什么诗歌，今天牧师讲什么道。所以今天腓力他为什么读以赛亚书的先知的书读不懂，也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没有人可以跟他解释上帝话语的内容。所以太监呢，是因为人的因素、人的原因，他被隔离在圣殿的墙壁外面，他也被上帝，也因为人跟上帝隔绝了。弟兄姐妹，我们有过这位太监这样的经验吗？我们是否有过？我们虽然渴慕与人或是与上帝建立关系、建立连结，但是别人会因为我的个性，或是我的某些身份，种种的原因，让别人从一个制度或是从一个传统建立起一个名叫做圣殿的制度，让我没有办法去靠近我想要靠近的上帝，没有办法去靠近我想要靠近的人了。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因为人的关系，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上帝爱的关系里面呢？我们会不会就像太监回答腓力问他的时候，他所回答的，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会了解？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中被人隔绝，被因为一些事物隔离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有腓力这样的人可以来关心我们，想要了解我们的难处，并可以来帮助我们的人。而我们回到经文，接下来看，让腓力向太监来解释他手上正在读的那一卷以赛亚书所写的那一位有着受苦奴仆形象的那个人是谁呢？腓力说，那个人不是以赛亚，也不是某一位先知，而是腓力他所传福音的那一位离开天上宝座的神。这位神他不在圣殿，他不在某一个特权才有办法进去的地方，他不被任何的人事物隔离，他反而生活在一个渴望被医治、渴望被教导、渴望爱的人的中间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然而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法利赛人，因为政治领袖将耶稣当作他们的敌人，耶稣反而被这些人侮辱，导致受害受死。但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大能是不会因为人的罪恶而失败，不会因为人的罪恶而被隔绝在人的需要外面。这位主耶稣基督战胜人的计谋，战胜死亡而复活。我想当太监听到腓力所讲述的这位耶稣，他既是神，他又是一位义人，他却受到人们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想太监或许会想到自己被犹太人隔绝隔离在圣殿外面的这样的不好的经验，所以我想太监会想要接受腓力的传的福音，想要受耶稣基督的洗礼，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腓力所传的上帝是爱所有人的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这位公义公平的上帝不会受到人的身份、人的缺陷、人的罪恶而被受限制。上帝反而要来差遣主耶稣基督，要来打破人所造的圣殿的这道墙，使人与上帝重新连结在一起，再也不被隔离开来。因为上帝这样的作为，太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他欢欢喜喜的离开。这位太监不再是那一位忧愁的那个人，被隔离在信仰隔离在人群外面的那个人。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坐在家中一同来礼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想，我们在生命中应该有过像受过腓利这样的人，或是某个信仰团体，或是某个经验，来帮助我们更加来了解信仰，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以我来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来参加这个大专的长青团契，这样的在长青团契的经验，也再一次帮助我来更深的渴慕这样的信仰。因为过去在教会有着一些不好的经验以至于我自己跟上帝隔绝开来。但是因为长青团契使我重新找回对信仰的热情。弟兄姐妹，这是我的经验，那你呢？你的经验是什么呢？在我们思考我们的这样的过去的经验的同时，我也要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身边有没有人还是被隔离在所谓的圣殿之外的太监呢？会不会就像这个太监一样，他的生命中就是发出一个讯号，这讯号就是像太监所说的，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会了解呢？我想无论是几岁的人，都会有需要每个人都需要上帝的爱，在我们身边都会有需要我们的陪伴、我们的指导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面对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想要关心他们，但是年轻人好像不喜欢我们的关心。我们想要给他们建议，但是年轻人好像不想要我们的建议。但是我在想，会不会有个可能是，当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不管是关心年轻人或是关心其他人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替他们来想好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问题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我们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要解决那个我们已经把它想好的那一个的问题。然而，我们有没有可能没有过好好让这个人讲出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困难是什么？弟兄姐妹，我的大儿子他现在2岁半，虽然他才2岁半，但是他其实已经非常的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而其实有时候他其实自己的能力有限，还做不到的时候，所以会寻求爸爸妈妈的帮忙，或者是他发现有趣的事物的时候呢，会想要跟爸爸妈妈来分享。那他有时候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忙或者是因为我想要做这些事情，我想要休息我不想要被他这样子烦的时候，我就随随便便的回他。他其实想跟我分享，但是呢，我以为他要吃东西，所以我就拿东西给他吃。然后反而他不想要吃东西，所以他就生气。我可能被打发的感觉，我想不管什么年纪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当我的儿子他没有被理解的时候，他就生气。当他生气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举动，反而让我们这些敷衍他的人呢，的父母也生气。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跟年轻人，或者是你在跟你想要关心的对象讲话的时候，会不会有像我跟我儿子这样的经验呢？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他的需要，或是他要表达的是什么。特别是在现在隔离的时候，我们家中有长辈，可能有长辈在，可能也有现在没有办法上课的没办法在学校上课的年轻的孩子在家中一起。在家中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这些摩擦会不会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听他们讲的话，他们要表达的呢？我想在我们这段因为疫情，因为被隔离，却在跟家中的人关系更紧密，更多的这个可能会造成更多摩擦这个时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来想一想，
这个怎么样关心，怎么样跟年轻人对话。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来效法腓力。我们首先要效法腓力，顺服上帝的带领，到了旷野去。可能在上帝在那边安排我们要去帮助的人，可能不符合是我想象中那一位我要帮助的那个人，我要关心那个人的想象。我想腓力可能没有想过，他要帮助的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非常富裕有权力的太监。但是那就是上帝的安排。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先问问看对方，让对方好好的讲出他的需要、他的问题、他的困难、他的困扰到底是什么，再继续下一步。弟兄姐妹，就算现在在疫情的这个时期中呢，我相信你也是一位上帝的使徒，是一位上帝差遣到现在这个台湾社会中的一个腓力。盼望在兄弟姐妹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继续发挥我们的创意，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跟恩赐。虽然每个人都被隔离，但我们可以继续来关心我们身边需要关心的人，见到我们的亲人，我们因为隔离而更多紧密、更多连结的亲人，或者是在我们的邻居，或在我们的社会，或是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可以用电话的方式可以联络、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更想到的是，会不会有更多人是我们疏忽了、我们忽略了，而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也需要我们的关心跟我们陪伴的那些人呢？请弟兄姐妹继续来关心，也继续关心青年朋友的信仰，他们心灵的需要。我们来开口来问他们的需要，也让他来讲出自己的需要。我相信透过你的陪伴，可以使你所关心的人，你所关心的这个青年朋友，可以有机会进入到上帝的关系里面，让他经历像太监一样的经历一样，在上帝的爱中，使他可以欢欢喜喜，又有力量回到他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我们依然要来感谢你，因为你的差遣，某一些使者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得以进入到上帝你的爱的大家庭、爱的团契里面。但是我们如今也要来去思想，在这个疫情的当下，我们怎么样脱去了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人与实体的碰面之后，我们的关心是否能够真正达到那些需要关心人的内心呢？主，就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现代的腓力一样，来去关心那些渴慕上帝你的爱的那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或是之外的人，其他的人。感谢主，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要用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一下这个我们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一些现况。首先要很感谢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对这个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事工的支持、代祷、关心与奉献。那目前所牧养的学生中心所牧养的长青团契呢，共有17个长青团契，然后呢，其中包括是有24间的大专院校，然后我们当中牧养的有超过300位的学生但这边300位学生呢，我们其实只有4个传道人，2位的全职的辅导，1位行政的同工，我们7名的全职同工一同来牧养这超过300名的学生。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的服饰的事工好了。大家看到这个 PPT 会看到我所辅导的2间学校，一间是台湾艺术大学的长青团契的学生，在板桥，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新庄的辅仁大学的长青团系。如果大家看这个照片，会看到很面熟的面孔，那就是我们教会的陆新佑，他在辅大长青团契是一个我很好的同工，我在身上也学习很多。他也是一个很乐意关心契友的一个我的好的同工这样。说到这个长青团契里面的学生的组成呢，有部分呢会是像新佑这样子是在自己的母会长大，然后母会栽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外地来念书的时候，平日来参加长青团契的聚会。但是在里面的其他的契友也有是像是像新佑这样的学生，长老教会出身的学生，他带他的同学或他的朋友，就是所谓的慕道友来参加长青团契。那还有一种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他虽然小时候有去过教会，在教会上过主日学，但是在长青团契的时候呢，他被我们再带回来到这个信仰里面。所以在长青团契的组成是非常的多元。那因为这样的多元，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牧养的工作也会需要相当复杂的程度，要去因着不同的学生的信仰的需要，然后去陪伴跟来陪伴他们这样子。好，这个是我辅导的2间的学校。那再来，我还有第4张 PPT， 我还有再来辅导这个整个台北地区呢的联合团契的这样的团契聚会。他们这个团契呢，联合团契他们会选出4名的核心同工，也就是主席、副主席、会计跟总务，他们要去筹划这个联合团契这个17个长青团契一整年的一些联合的事工。我们看到左边的这张 PPT 是他们想要有一次呢是办了一个生活营，他们就是到基隆地区分的路线去了解基隆当地的教会、当地的历史、当地的这个自然文化等等，了解这个土地跟信仰的连结。然后最后一天也在这个海边呢来做这个野外礼拜。然后右边这张图呢是学生们知道明年是适逢这个马偕来台宣教的150周年，所以他们也想要去了解这个马偕当时这些先人怎么样来传福音的这样的辛苦的路程，所以他们也筹划了一次要来去从台北来走到这个宜兰外澳的这条这个淡南古道的这个路线，想要去自己来走一次看看，来知道以前人传福音是多么的辛苦。那他们接下来的这一代的福音工作呢，又该如何继续来传递下去？我想我就对这个学生中心的我自己经历到呢，因为我是从去年才来学生中心来服侍，我所经历到这些服侍呢，这些牧养的这些孩子们呢，就跟着事工就分享到这边，当然有更多的这些事工，请大家可以看教会可能有发学讯或是奉献带上面的资讯，大家或是来上我们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脸书或是 IG 或是官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的这些资讯。也再次谢谢教会的接纳跟关心带导，谢谢。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起立吟全首。所
请坐，这是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为着家己准备一个批笼，伫每一届礼拜，将所甘心乐意的奉献，放伫这个批笼内底。伫你方便的时，会当带来教会，交互干事，嘛会当用咱教会邮局的账号来汇款。这是咱来同齐来读今日的经句，伫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咱先用现代台语译本，请。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言由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提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咱即马搁来用和合本修订本，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今麦咱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感谢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廖恩玉传道师代表中心到本会请安正道，请兄姐为大专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二点，本会推行一年读完圣经一遍，即将于6月底满1年。若有完成1年读完圣经的兄姐，届时请将1年份完整的读经资料卡记录拿到教会办公室，教会将赠送精美礼物给1年读完圣经一遍的兄姐。第三点，请各团契开始预备下一季2021年7到9月的聚会内容安排。下主日前交给办公室，以利下一季行事历的制作。谢谢。第四点，有登记购买台湾圣经公会书籍的兄姐，请周间到办公室付款领取。咱即马同心来祈祷。阿爸天父，你捌讲，你无爱日子，你要搁一摆震动天地、沧海、甲旱地。还要震动万国，现在就是了。因为阮看见地上的万国，拢伫战争、困苦、刀剑、哀伤、瘟疫、天灾，主的日子近了。阮需要的搁较侪的警醒，搁较侪的祈祷。来陪伴家己，亲像迄5个有陪伴心爷子新郎的14路一样，通甲你相甲赴宴社，求主赐予阮忧伤痛悔的心，会当彻底认罪悔改，互阮为手洁心清。来敲找你的面，好叫阮的祈祷通到你的面前。主啊，伫这段日子，
当 COVID-19 互认定是全球流行大瘟疫时，我是安尼的无助，感到家己的渺小，是对阮需要祈祷的上好的提醒。圣经有教示阮，一切目的挂虑，度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所以阮要为着受到病痛、受到感染的人祈祷，求你的医治甲帮助。要为着年老的软弱的长者来祈祷，互因的身体甲精神健康；为着少年的勇健的祈祷，互因当谨慎，免伫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为着国家甲防疫团队来祈祷，互因有疼惜百姓。资源分配平均的好作为，还为着全部的医护人员来祈祷，求你赐因气力，保守因的自身的健康。我嘛爱为着阮台湾现在所拄着的艰限来祈祷，感谢主你有疼惜阮台湾这个岛屿，伫即礼拜有2天的雨水。滋润土地，求你继续的看顾。嘛爱为着教会来祈祷。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暂停大部分的事工，但你犹原保守礼拜事工的进行顺利，因为你爱阮袂会停止来敬拜你。互还搁伫进行的事工。拢会当加倍，感谢主，我的主，我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摆咱来因上映的诗歌，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因诗了后，请牧师来祝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主日，你搁一届互阮对伫今仔日的经文会通搁一届有搁较侪的领受。主也帮助阮，你圣神亲自临在伫阮每一个人，互阮学习，亲像腓力共款，会晓美醒来去安尼。关心着伫阮四周围的人，亲像腓力安尼，伊顺服圣神的感动，就安尼就近即个埃提俄伯的即个太监来了解伊的需要，也伫迄个中间来将主你的福音来传予伊。主，阮也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四周围的人。阮会通安尼有一个真美醒的灵去关心着每一个人的欠缺甲需要，特别是伫咧即个疫情安尼真紧张的时阵，阮搁较需要去
去关心着阮四周围每一个人的欠缺，特别因的心灵的欠缺，互阮会通安尼就群因来将主你的福音来安尼甲因来分享，互因也甲阮有份来领受主你的福气，甲你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